是咱的问题来看，有民众呢是去到新竹一间百货公司来食饭，不过在天棚煞挂了一粒哪像是鸟鼠仔屎的物件，互民众是惊到唔敢继续食。要那业者受出面来回实的，新竹市卫生局表示讲，受派人去到现场来稽查，也要求业者要赶紧改善，来维护民众食的权益。从天空掉下来，掉到我的手，这老鼠屎。 伫百货公司餐厅食饭食到一半，天棚汹汹落落来一粒黑色的物件。民众讲，这个物件看起来哪亲像鸟鼠仔屎，惊到唔敢继续搁食，赶紧找餐厅业者来处理。其他民众嘛感觉真离谱，我觉得蛮夸张的，就是感觉会有一些食安的疑虑。这很恶心啊！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掉下来？就是他们的环境卫生是有点问题。 餐厅业者赶紧出来向民众回失礼，针对这个事件，业者也强调未来会加强消毒。新竹市卫生局接到通报了，表示会派人到现场稽查，限时间要求业者改善。第一时间先安抚客人，那先跟他致歉。餐厅本身在每个月都会进行3次的固定清消。那也接获这个状况之后呢，我们也责成我们的消毒公司，针对消毒的部分再特别加强消毒。将派员依照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进行查核。 若有不符合规定，依照《食品卫生管理法》第44条，令业者信欠其改善，届时未改善，可处6万元以上罚款。百货公司的餐厅是真侪人介意去食饭的所在，为了维护民众食的安全，新竹市卫生局指出，会以《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》第44条规定，要求业者落实食品卫生流程甲内部管理标准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